后来乡亲政坛的最焦点，王金平正式宣布要选总统。虽然今仔日冷气团来，阁来到大雨，但是乡亲也是真热情，有500位的支持者到场相挺。王金平讲，予伊4年，伊有自信会当带领大家实现愿景，予台湾发光发热。总统好！门一开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徛正中，伫代表台湾罢工的少年人陪同，证明这天主角是伊。中华民国108年3月7日，我郑重宣布参选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。支持者总算等到王金平正式宣布参选2020总统，就算在落雨，大家支持者依然真热情。王金平嘛信心满满。给我4年，给我4年，给我4年，我有自信可以带领大家实现愿景，让台湾发光发热。台电发表参选的演讲快出来，王金平的心情非常激动。落台了后，甲小天的国民党立委互动，伊嘛真感动。总统好，王金平当选。为了这天，王金平准备真久啊，特别选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楼尾顶，选去拄着寒流来。原本会当看到101大楼，选去有家互边仔站掉咧。规场的参选记者会嘛提前结束。今仔正式宣布要选总统，但是党内小钱出头的人袂少，所来路嘛毋是真好行。